睇120蚊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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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睇。屌，仲邊有人俾錢睇鹹片㗎？上網黑蝕啦！老細，亞馬遜熱帶雨林純天然野外大混戰，包你未睇過啊！哇，大佬甩皮甩骨，西人丐幫咁款，仲成120蚊啊？扶貧咩？唔係扶貧啊，係救樹林啊，老細。挪威人 Tommy 同女友 Leona 以柏林為基地，喺04年創立咗另類環保組織 For Forest， 實行以性解放救地球。佢哋廣邀有心人拍鹹片，再放上網頁籌旗，籌到嘅錢會直接捐俾秘魯、巴西、哥斯達黎加等地5個小型組織，保護面臨威脅嘅熱帶雨林同土著文化。淨係靠會員費，佢哋每年已經籌到成100萬港紙，就連挪威政府都資助佢哋，仲成功招募咗1300人免費出鏡做 AV 男女。有紀錄片導演就將佢哋嘅故事拍成同名電影，今年先後喺英國同柏林公映。不過套紀錄片就帶觀眾睇到傳奇嘅另一面啦，好似佢哋去到亞馬遜森林搞新嘅保育計劃，當地土著就話唔歡迎呢啲唔着衫嘅西人嚟搞事。其實 FFF 班人喺柏林搞性愛社運，好多街坊都有意見噶啦。有次佢哋喺挪威天主教堂打真軍，連主教都話冇眼睇啊！無論如何，紀錄片嘅 DVD 今個月24號就會喺網上發售噶啦。究竟佢哋係嘩眾取寵定係環保鬥士，就留翻俾觀眾判斷啦。